溝通啊、相處啊，啲咩位置令我大家印象深刻啦？冇錯，國內市場咧就係我哋嘅嗰個叫做離岸旅行啊 ，long D 啊，OK，睇下點樣彈一場 long D 啦。好，下一頁。今日討論嘅重點，第一個了解香港嘅文化與國內嘅文化和而不同。咁大家嘅印象中，國內嘅文化係點樣嘅？國內文化嚇？要飲酒，仲有咧？要送禮。喂，你講到諗嗰啲，仲有咧？人情世故啦，非常認同。仲有冇？關係係啦。喂，其實你做咩啊？好係咯，好 negative，有冇啲正向少少㗎？佢會車你嚟見客。佢會接你去見客。喂，咁呢個我哋香港會唔會接你去見客㗎？喂，你嚟公司啊，唔得我樓下麥當勞啦。咁呢個咪就係國內人更加俾我哋會唔同嘅地方咯，係咪？OK， 唔係問我。好，咁牌面係啦 ，OK。咁頭先講呢啲我都好認同嘅。咁但係首先我想講個共性，我見到好多新嘅同事咧喺嚟國內市場咧，佢會卻步啊，覺得喂國內嘅文化同我哋係咪好唔同㗎？究竟國內點樣做㗎？哇！你爭死光我真係俾先。好，國內文化點樣做㗎？國內文化其實同香港咪好唔同，好卻步啊，諗咗好多嘢啊，譬如就好多好負面嘅一啲想法啦，究竟係咪咁咧？咁我想同大家講咧，其實我哋做啱基本嘅嘢，譬如我哋對事業嘅尊重啦，對事業嘅熱誠啦，或者我哋應OK 好，我哋嘅態度啦，呢啲好基本嘅嘢，我諗冇人係會唔中意你專業、你熱誠、你對工作上有追求嘅，係咪？只要我哋有呢個基本嘅時候，你會有個底氣去應對內地嘅市場。好啦，呢個咧係我哋最基本嘅。咁唔同嘅位置，頭先同事講得好啱。其實咧喺國內嘅市場，喺我嘅認知、我嘅總結嚟講咧，佢係以人為本。主要睇人嘅文化多啲。OK， 喺香港嘅市場，喂，你維港兩岸咁多間保險公司坐嘅郵輪艇，呢度一間，嗰度一間，總有一間在左近。我購買一份保險，佢個難度性極低。呢度一個，嗰度一個。我行海港城，本來想買個 LV 包嘅，點知呢個 AI 呢個保誠，呢個又另外一間。太容易擁有 agent 啦。呢個價完價，隔離又一個。但係你去到內地嘅市場，完全唔同。你就係你，佢認同你，佢心中就得你一個，呢個就係以人為本。大家認唔認同啊？認同係咪 ？OK， 我想問呢度在座咁多位咧，有幾多個同事係有做國內市場嘅？好，冇舉手嗰啲係新同事係咪 ？OK， 好，國內市場咧，其實有啲新同事咧去接觸新同事嘅時候，會唔會諗一個問題？喂，我普通話唔好呢一個想法啊？有冇人諗過我普通話唔好？因為我哋講嘢係我哋嘅第一個前線啊嘛。有冇人諗過我普通話唔好？因為我唔啱做國內市場嘅，因為我唔識講普通話啊咁樣。有冇人咁樣諗過啊？有係咪？咁我講個好消息俾你知，如果你覺得你自己普通話唔好咧，其實係你個賣點嚟嘅。頭先講咗啦，我哋談一場戀愛，一場 long D，OK？喂，你普通話又唔好，同你傾偈咁 funny，又爭少少名少少音，其實你個溝通係好愉快、好輕鬆、好開心㗎喎，啱唔啱啊？我哋見下其實係一個傾偈相互嘅過程嚟㗎嘛，係咪？喂，你又歪少少，跟住我本身講啲好正經嘅嘢，打開個計劃書呢度咁樣講到，好似教書咁樣，應該冇人會中意呢個溝通，特別喺國內嘅市場。係啦，好多時候我哋喺香港邊度見下嚟公司啦、麥當勞啦、Starbucks啦，係咪？國內係點樣見客㗎？有經驗嘅同事，國內喺邊度見客㗎？茶樓咯，佢 office 咯，係咪？或者一邊食飯一邊講咯，餐桌會議咯，一邊飲酒乾緊杯嘅時候，醉地又傾兩句，醉下就簽咗㗎啦張單，係啊。所以咧，其實個文化嘅唔同就係，其實喺國內嘅人咧，佢相對會隨性少少嘅。好啦，重點就嚟啦。如果你係一個咁隨性，但係你個方向就係將一啲計劃書背到滾瓜爛熟，你個重點擺咗喺呢一個位置度，因為人嘅資源同 focus 係有限，你淨係擺喺一個好專注，喂一啲文書上點樣去處理，或一啲文件點樣處理。喂，我喺度飲緊酒嘅，唔好咁悶啦，乾杯先咁樣。
好多時候有呢個情況發生嘅。好啦，咁對於喺國內嘅市場嘅時候，我未必可以係好仔細、好咬文嚼字咁樣同你分享個計劃書嘅時候，頭先講到係人，我哋會更加睇人呢樣嘢。咁人應該點樣做咧？第二個部分，建立自我嘅形象同埋自我價值嘅定位。自我嘅形象，好，大家平時喺香港點樣見客嘅咧？會唔會係着晒成身西裝，打晒呔，有咁靚執咁靚？會唔會咁樣見客啦？喂，俾啲反應，有啲嚇？針對唔同嘅人唔同出招係咪 ？OK， 仲有咧，喺香港點樣見客㗎？有咁正執到咁正啦，有少少資源咁嘅，哇！你有機會簽單，我仲唔着靚啲去迎接你呢張單係咪？喺國內嘅市場咧，其實如果3個選擇俾大家，第一有咁正執咁正，第二 smart casual，第三隨性少少，大家會揀邊個？第二個冇錯 smart casual。對於我嚟講咧，其實喺國內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執到好正，但係你要記住見客唔係登台。你唔需要執咗好正，其實嗰個感覺咧就係人同人之間嘅溝通，你俾到佢一個距離感啊。頭先啲同事都講咗，我哋飲茶喎，你打條呔，我今日嚟飲酒啊，着西裝骨骨，我想輕輕鬆鬆了解下香港嘅一啲保險有咩筍嘢啊，啱我啊。你見咗一個咁樣咧，其實對佢哋有更加個距離感。特別國內嘅市場咧，佢冇咁每一個人都着重喺一個裝扮上面。第二個視覺就係得你 eyes on you and you 好似仲壓到我嘅氣場。咁呢個變相唔係一場戀愛咯，係啊，你嚟係示威咁樣，有少少呢個感覺嘅。所以大家去穿着打扮咧要提議。點解我會提到呢一樣嘢咧？其實有研究指出，第一印象係你成功簽單嘅60%。如果第一印象好嘅時候咧，你呢張單嘅成功機率咧係大過一半嘅。我舉個例子，最近咧我哋咪踢足球嘅，踢波啦，好多同事去睇場波啦，係咪做運動咧，打籃球啦？如果呢一條 team 係我哋 red team 嘅，而有一個人 red team 入波咧，佢係靴佢嘅，你坐喺隔離，你會聽到呢條友咧，喂 red team 一入波佢就靴，一入波就靴。好啦，第二日。而家咧氣温驟變，天雨驟變，有人喺條街度拎住把遮，你見到呢條友咧冇遮喺條街度，你會唔會行過去遮佢？會唔會啊？超過90% 嘅人咧都係唔會行過去遮呢個人嘅，就係因為係啦，個前設係佢靴過嚟，去挑釁過你嘅團隊，你去為 Red Team 打氣，佢喺隔離靴，跟住我第二日又撞翻呢一個人，咁我會唔會去將佢 OK？Even 有同事係會想表達善意，但係你會收起身，因為佢個第一印象阻導咗你嘅行動，係咪？咁我哋同樣地喺國內嘅市場，第一印象都係好緊要嘅。我哋嘅衣着啦，我哋嘅談吐啦，我哋嘅裝備啦，自己啦係一樣嘅。好。跟住自我定位，呢度係咪好多都係新入職嘅同事啊？因為好多其實我都比較陌生少少，係咪都唔係咪新同事啊？多唔多做國內市場啊？唔多。阿 J 我知道你多唔多做國內市場啊？有做過，唔算好多。OK， 好。大家點樣去定位啊？譬如好多今日嚟聽呢個新人班，應該係一啲基礎班啦。喺我嘅理解，咁基礎班大家可能都好基礎，未做過國內市場。咁你點樣去俾自己定位咧？你會唔會定位？我係一個新人嚟㗎，國內市場俾多啲面啊，多多指教啊，支持下，會唔會係咁樣啊？會唔會係咁樣啊？唔會。呢個姐姐搖頭，咁你會係點樣咧？咪妹妹，你會點樣咧？我會點樣定？自己一個專業人士。你本身好專業嘅。係啦，咁你會係點樣去將個定位去俾自己啊？去到個新嘅市場裡面。首先自己就住自己嘅背景去做一個定位先啦。咁譬如咧 say 你係一個媽媽，咁你用個媽媽嘅身份去展示喺人哋面前，亦都係一個在職嘅媽媽。係啊，你個職業就係做一個即係你想賣嘅產品咯，咁樣。Let's say 可能一個未婚嘅，咁你咁樣啦。單身貴族 ，OK。係啦。其實係跟你去定位咯。係。
呢個係其中一個定位。好，一個大嘅金融市場，除咗個人嘅定位，我係媽媽，我係單身貴族，或者我係一個退休人士，會更加對口嘅同時咧，頭先我講過，其實你個定位落到國內市場，佢哋有一個根深蒂固、潛移默化嘅對香港嘅定位。我哋調翻轉，佢哋對香港嘅定位，香港係表示尊貴同埋係高尚嘅選擇。我哋點解佢哋點解中意嚟香港行街啊？五一假期屢次新高啊！佢買嘅國內全部都有得買，and 喺香港都冇得退稅嘅。你走嚟買，點解大家揀個藥一定要走去萬寧買咧？國內藥房可能有啲都有嘅喎，國內都有萬寧㗎。其實佢裡面中係代表一份尊貴。除咗個人嘅定位，你都要俾自己。一開始我同大家提過第一條問題，文化嘅唔同。其實我哋有同樣嘅嘢，有同樣我哋嘅專業啦。同樣我哋自己嘅一個熱誠咧，其實你已經擁有一半嘅嘢，再加個自身嘅嘢，例如你個角色嘅唔同。第三就係大家攞住一個好嘅籌碼，呢個籌碼就係我哋喺香港市場。香港呢個市場係全球做保險 No.1 嘅市場。你攞住呢個籌碼去，你唔會冇自信嘅。OK， 咁 and then 你個自信就係你個底氣，所以咧你個定位想提醒大家，無論你做得多國內市場又好，未做過國內嘅市場又好，你必須將你嘅定位，你係尊貴嘅。我係攞住一個好嘅配套嚟嘅，我哋受過專業嘅訓練嘅，有唔同嘅課程去進修嘅。我咁樣落到香港，落到國內，俾一個咁樣嘅服務你，其實我係俾一個好嘅體驗俾你，啱唔啱啊？OK， 你有自身嘅嘢，好啦。咁平時尊貴自我嘅價值嘅定位，我都要積累㗎，係咪？我平時係點樣積累咧？大家逢年過節會唔會同啲朋友食啲高級少少嘅餐廳買嘢？會唔會買個有時都係買個 LV、買個 Gucci、買個 Prada？咁你會點樣去做呢樣嘢咧？對於我嚟講嚇，除咗一個物質嘅享受，同時我會留意呢一啲人做高端市場到尊貴客戶嘅時候，佢俾出嚟嘅 service 係點樣？真正國內嘅市場個價值咧，就係周街都係經紀 service。頭先講過，你去買個包包，呢度 AIA 嗰個寶城，呢度有一間，行成條街個個都動呢塊牌出嚟。咁你有啲咩唔同咧？就係你自己價值嘅定位，去俾到佢一個價值，你嘅尊貴嘅服務啦，你自己對自己自身嘅要求啦，人哋見到你嘅唔同啦，你嘅閃光點啦 and then 你攞到個好嘅鎖匙，就係你係一個香港嘅金融走去國內去同我哋去傾一個資產嘅管理。OK， 好啦。去到呢度，大家有冇其他問題想了解清楚？冇，啱，非常好。咁第三個問題，好啦，頭先提過咧，國內嘅市場其實佢係一個福地，可能大家都係福地，一個戀情嘅戀愛。我好中意佢，但我點樣去親近佢咧？我日常嘅時候，我點樣去同佢講一啲我哋共通嘅語言咧？咁我喺香港生活㗎嘛，咁我普通話又爭少少，咁我點知點樣去同你去同聲同氣去溝通咧？大家平時會點樣做？點樣去做到接地氣啊？平時會點樣去了解國內嘅市場？因為我哋係遠程啊嘛，我唔可以喺佢左近，有時傾偈食飯都未必係一年有好多次，係啦，大家會點樣做啊？點樣打開話題？好。打開話題咧，首先我哋要留意一啲新聞啦，普遍大家都知嘅新聞，國內嘅新聞，國內嘅影視文化嘅感染力咧係最強嘅，大家都會睇電視，大家都會見到好多明星，你買個牌子又有廣告明星。第三咧就係話，我去打開國內嘅市場之後咧，我會知道佢點樣個語氣個通啊，即係講嘢個通係點樣講，佢哋中意最近興啲乜。而我分享我嘅例子咧，我會點樣去了解呢個文化咧？我會睇網上直播。呢度冇笑聲嘅，網上直播點個讚，榜一大哥，再關注先走，留個言，俾個好評。我唔係睇呢啲，我係睇佢個語通，佢點樣去同人去做銷售，佢個語感，佢個環境係點樣去講嘅。落到地，你潛移默化，你聽1個鐘落嚟，你就咁開住，你自己做自己生活嘅嘢，你當聽錄音，當學一種語言，你會感受到佢講普通話嘅語感啦、語速啦、咬字啦，係咪清晰啦？你見佢對嗰啲客人係點樣講咧？銷售一個 product 嘅思路，國內人嘅思路 buy 嘅思路係點樣咧？聽個直播咧，唔係聽香港人走翻大陸做直播，而係內地做得好嘅一啲直播主，佢究竟點樣賣得好？上鏈接上車，你呢個咪就係你表現你個熱？你笑咩嘢？
呢個就係你嘅熱誠咯，就係我頭先一直講嘅熱誠咯。你見到你喂，我願意為你埋單，其實我哋都係同樣一樣。我會咁樣去接地氣。好啦，接地氣咧有好多種，我睇到啦。咁私下啦，我係你個戀人嚟噶嘛。我見到你好多嘅時候，我點樣打開話題？打開話題就頭先呢個姐姐講啦，我係一個媽媽，我咪講媽媽嘅主題咯；我係一個新婚，我咪講新婚嘅主題咯，係咪？我個單身貴族，我單身貴族，我自己嘅顧慮，有自己嘅 planning，我又可以同你講呢樣嘢。同時間最值得考慮同埋最值得專注嗰個話題係佢自身嘅話題。點樣知道佢最近發生乜嘢事？佢最近點樣自身嘅話題，會表示到你有關心、你有重視呢個戀人遠程嘅時候，你都會知道，原來我離岸嚟咗條河，嚟咗個江，嚟咗個深圳，你知我發生咩事咧？大家唔好忽略就係朋友圈。大家有冇微信㗎？朋友圈，你知唔知朋友圈咧而家面臨一個危機？嗰個危機咧就係大家對朋友圈嘅冷漠啊！有咩發現？對朋友圈嘅係咩嘢啊？蘇生？但係我想講咧，有時候啲人發朋友圈，10萬年都唔發朋友圈，係點了解佢，主動同佢溝通係點樣？好。咁朋友圈係一種方法啦。而家打開話題，朋友圈就係其中一種方法啦。頭先講嘅時事係一種方法啦，文化係一種方法啦，影視嘅文化啦，呢個大家家常會談論嘅嘢。哇！最近邊個好紅啊？之前就講咩《甄嬛傳》好紅啊，而家有另外一出啦，係咪？孫儷有一個咩保險人生乜乜乜，咁我哋都可以打開話題嘅。咁如果佢有發朋友圈嘅話，我哋去留意朋友圈。其實咧，而家國內咧好多人去研究一個朋友圈嘅文化。OK， 朋友圈文化面臨一個冷漠嘅影像，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朋友圈嘅冷漠？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你說一下。大家不發朋友圈，也不互動，也不點讚，也不點讚。對，就是你剛剛說的。咁仲有剩餘嗰啲，佢未必係好渴望你要點樣互動、點樣點讚，但係人哋冷漠我熱情。喂，咁你咪我頭先講嗰個問題就係，喂，大家都係咁樣嘅時候，你點樣去突出咧？人哋去冷漠我咪熱情咯。我見到一啲朋友去發朋友圈嘅時候，我會俾個讚佢。但係呢個其實都係好冷漠嘅，因為其實人同人之間嘅距離，你會遠離咗。以前都係當面溝通，而家多咗信息產品，就係朋友圈發條短信、發條 WhatsApp。好啦，咁我點樣去做更加進一步咧？其實我會留意客人嘅生活嘅動態，譬如佢最近買車啦、買樓啦，喂去邊度旅行啦，或者係我有個客人突然間去邊度歐洲旅行唔見咗個銀包啦，呢啲咧我係好關心嘅，我會收喺個袋先，我會記住呢一樣嘢，我下次見到佢就會提佢，喂，你上次唔見到銀包 OK 嘛？喂，你買咗樓喎，喂好好唔好住啊嗰度？佢就會驚訝點解我半年前發個朋友圈你都會記得嘅？呢一個就係你點樣去用心去經營你自己嘅朋友圈子。OK， 呢個就係離岸，你點樣同佢增加呢個黏度？當佢發嘅時候，你去點讚嘅同時，如果有條件有時間嘅時候，去留個言喺佢個評論嗰度。呢一個大家個表象就係少拍咗朋友圈，個原因就係我唔想俾你知道我有睇你。OK， 唔想俾你知道我睇你，或者人哋過得好，我自己覺得普通，我唔去點讚。但係你有點讚，意味著一個用行出嚟嘅行動，就係我同你係同等水平嘅。OK， 你幾咁高級，我係會為你助興嘅。如果你遇到困難，我係有留意到你個困難嘅。下次我會再同你傾翻同一樣嘢。咁除咗大環境嘅接地氣，就係佢個人嘅本身嘅一個接地氣啦。我平時會咁樣做嘅。好，我簡單舉一舉我自己過往嘅經驗。我頭先都講啦，90% 來自國內嘅市場。喂，我又係一個宅男嚟嘅，我又唔係成日去一啲活動嘅。我點樣呢個市場點樣做？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其實一個媽媽個群組，嗰個群組基本上全部喺香港賣保險咧，都係會揾咗我嘅。係啦，我係點樣做嘅咧？其實我哋去做生意咧，其實如果你一對一咁樣跑，其實係會好攰嘅。你要諗一個點同埋一個面。我打開呢個群組，譬如佢係一個媽媽嚟噶嘛，咁佢咪就係媽媽群組係佢一個優勢咯。咁我係一個男士，男女咧其實相對有一個化學作用，會容易傾少少嘅。OK， 女仔同女仔咧當中可能有一啲猜測妒忌或者係一啲卻步。女仔同男仔咧佢會多咗一個黏性，女仔同男仔同男仔咧佢會硬碰硬嘅，有好多時候。咁我去到媽媽群組嘅時候，會同佢哋傾一啲你有溫度啦，點樣去子女個教育啦，點樣個文化啦，同埋我會留意佢小朋友啦。喂，一去到媽媽咧，你會基本上打一個 Facebook、打一個 WeChat 啦，全部都係佢個仔嚟嘅，好似呢個姐姐咁樣。
佢個正職咧就係湊小朋友啦。好多媽媽嘅正職都係湊小朋友。雖然我冇陪住你小朋友一齊喺隔離成長，但我陪住你小朋友喺朋友圈度成長。OK， 我會記得你小朋友幾時發生咩事，我同佢傾偈，去講翻嘅時候咧，好表現咗關心嘅同時，頭先亦都係回和翻頭先個主題。國內人係點樣？係人嘅，係睇人嘅。佢同你關係好，佢好願意介紹嘅。嚟到呢度嘅時候咧，我會做多咗香港市場。我發現咧，香港嘅人咧係好少會係好熱衷於幫你去轉介嘅，係咪啊？好似比較少啲，會有但係少啲。但係國內人咧係覺得呢樣嘢尊貴啊嘛。我哋都圍繞翻個主題，因為我哋香港嘅嘢好，佢會覺得喂，我喺香港買喎，你又可以試下聽下喎。呢個經紀好，你又可以試下聽下喎。咁形成咗咧，我做啱咗一個喺媽媽群組裡面有影響力嘅媽媽，佢會將佢嘅經驗、購買嘅經驗去一個比較，去擺喺佢個群組裡面。而呢啲群組係因為佢嘅影響力而全部去到我呢度作為一個收成一個結果咁樣。同樣地，內地嘅市場都係，所以大家睇中以人呢一個方向嘅話咧，做好自己嘅經營嘅人，同埋對準人群咧，其實會相對順利少少。OK， 好啦。講到應對唔同客戶嘅群組嘅應對，好，大家覺得咧國內而家嘅環境有邊啲人會嚟香港買保險啊？中產啊，企業主、中產，仲有咧？子女教育啦，冇錯，係子女教育。OK， 仲有咧？嗱，頭先講嘅我都係有準備到，我都係認同嘅。仲有兩個特點就係男女嘅失衡。大家有冇留意過呢一個話題啊？男女性別嘅失衡。阿 J 又點頭啦。你嘅理解係點樣啊？平衡啊，即係男女一個多一個少。你 baby boom 即再應該係有一個 generation 係男仔多過女仔。而家都係啊。而家都係。係啊。變咗但係其實我唔係好知道，其實喺呢度你點樣把握嗰個商機？OK， 呢度點樣把握個商機？男女失衡咁造成嘅社會嘅文化嘅現象係點樣啊？即係話下一代會少咗咯，因為你譬如你女士多咗，喂有一啲傳統嘅文化，有一啲傳統嘅觀念，我一定要生到個男仔為先收手嘅，咁樣變咗你有四個女，跟住一個男仔咁樣啦。OK， 我先會收手嘅。咁另外咧就係女性多咗嘅時候，我哋要婚姻啊嘛，要配對啊嘛。咁多出嚟呢部分嘅女士，佢關心嘅咩咧？佢關心嘅係點樣去自己自行嘅養老，點樣去儲佢嘅私房錢。OK， 佢點樣有更加好嘅生活俾到自己，而未必係一個配偶去供養嘅，更加多嘅累積自己嘅財富去供養，所以喺國內一啲高資產淨值嘅女士都唔少嘅，係咪嗱？後面阿 Deb 係咁岌頭啦，係咪你咧講緊高資產淨值嘅女士係啦。OK， 咁呢一係你想問啊？唔係我話男多過女，佢話個女多過男。男多過女係咪啊？哦，其實我頭先所講嘅理解咧，其實係男女生人，我嘅理解係女仔會多啲嘅，但係數據顯示係男士會多啲嘅，係啦。優秀嘅女仔多啲。係啦，一段時間啊嘛，係咪啊？一段時。唔係，即係不嬲都係咁嘅。女仔多啲。優秀嘅女仔。優秀嘅女仔多啲，哦，即係你不嬲都係咁係咪？你不嬲係咁。即係我哋 target client 係優秀。優秀嘅女士多啲，係優秀女士多啲。OK， 好，咁我調翻我哋優秀嘅女士，好冇？優秀嘅女士咧，其實佢喺婚姻嘅狀態會有要求啦，未必可以成功配對到啦，選擇嘅多樣性啦。咁其實總會有一啲單身人士，無論你男仔女仔都好，佢更加關注嘅係自身之後點樣有一個高質量嘅生活水平，係咪啊？佢係咁入，因為呢個同事係講普通喺國內長大嘅，係啦，更加關心一啲優質嘅生活。所以其實我頭先都講咗，其實香港嘅保險業或者我哋嘅 agent 翻到去嘅時候，佢代表就係一個篩選咗嘅優質嘅一個服務嘅時候，你會更加容易去打開呢個市場。第二就係咧，喺優生嘅環境，除咗優質嘅配偶，亦都係優生，即係優質嘅生活環境。以前咧覺得唔緊要，養大咗幾個好有人養㗎啦，係咁養，生到就生啦咁樣。但係而家呢個環境喺國內嘅文化，佢更加重視優生啊，即係優質嘅生育，一個起兩個就算。
咁變相佢呢個金菠蘿，我哋點樣去培養佢？所有資源都瞓身喺度。喂，佢嗰個瞓身咧，同我哋香港會更加嚴重，就係佢瞓身係講緊唔單止佢爸爸媽媽嘅瞓身，佢對上嗰4個長老都係瞓身對嗰一個人，因為大家生少咗啊嘛，係咪？大家都睇住嗰一個人嘛，佢真係萬千寵愛在一身，咁啱啦。呢個都係我哋嘅特定嘅群組。呢一個群組，如果萬千寵愛在一身，呢一個小朋友佢面對嘅會係乜嘢啊？優質嘅教育啦，點樣嘅去深造去國外嘅留學啦，或者做一個移民啦，咁呢度落到我哋天下就可以應接對口咯。而頭先講到個女士好、男士好，自身嘅保障就係頭先講嘅危疾啦、醫療嘅保障啦，作為一個切入點，作為一個起步，係咪？其實咧，我知道阿 Nadia 去分享嘅危疾啦，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敲門磚嚟嘅。大家試想下，喺香港嘅敲門磚就係 MPF 啦、醫療啦，咪因為係文化影響啊嘛，呢一個區域嘅文化影響，而國內區域嘅文化影響就係重大疾病。OK， 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敲門磚。And then 你諗下喎，如果我買咗份500萬嘅天下，我會唔會周圍同人講，喂，呢個靚啊，我買咗500萬啫嘛，咁樣應該唔會嘅，係啦。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買咗個危疾喎，原來香港嗰個條款係好好多喎，個理賠又好好多喎，個定義又鬆啲喎。容易買嗰個額大啲，即係香港你隨手你買100萬啦，係國內你買100萬好難。係啦，國內買100萬好難啦。喂，我而家優生喎，我個小朋友喺香港買到50-60萬，我哋呢度可以買到200萬喎。我個金菠蘿嚟嘅係咪？我俾佢都唔止50萬啦。咁所以呢個其實係好好嘅敲門磚。並且咧頭先提到佢好願意將佢買咗嘢同人分享。好，另外一個群組咧就係頭先大家漏咗嘅就係退休群組。人口嘅老年化非常之嚴重，大家有冇忽略過呢個市場啊？或者有冇重視過呢個市場啊？人口嘅老年化 ，OK？ 以前咧國內其實個醫學未有咁昌明嘅時候，個人口其實個平均壽命係好低噶嘛，成日話低過香港好多啊，全球都低，但係而家慢慢偏高嘅時候咧，大家更加注重到優質嘅生活。你會見到咧國內好多係咁起養老區啊。係咁喺養老家園啊、乜乜家園啊，同香港本嘅掛鈎啊，全部都係家園家園。呢一個喺大家如果講國內係南海，退休就係全球嘅南海，係咪？國內全球嘅人均壽命都係偏高嘅呢一刻，特別香港啦、國內啦。咁好啦，去到國內嘅市場，有啲客人就話：，誒20萬點夠啊？40萬先夠美金。40萬先夠，特別國內咧，佢就奮鬥咗一段嘅財富，去到退休嘅時候，佢經歷過政策嘅提升啦，香港國內文化經濟嘅暴飛啦、飛躍啦，跟住拆2代啦、拆3代啦，不同嘅政策嘅出台，去幫助老一輩嘅人去突然富貴，我哋所講嘅土豪或者係暴富。拆2代，有冇同事？即係嗰啲拆遷你屋企啲祖屋之類嘅。除咗呢個同事，有冇人知道咩叫拆2代啊？冇。好，我簡單講下咩叫拆2代。因為咧經濟嘅騰飛，好多要改建，要建造一個換嘅新面貌，城市嘅新面貌。咁但係呢層樓擺咗好耐㗎啦，佢就拆。哦。拆2代，對。係啦，咁會拆咗呢層樓，佢會俾咧高出市價嘅錢俾翻呢一個。以前咧大家冇咁重視樓，即係再古老少冇咁重視樓。呢度起一間，嗰度起一間。如果呢度起間，嗰度起間，嗰度買一間，每個仔都要有一間，咁佢就即時發達啦。有分分鐘擁有幾千萬嘅突然期內嘅資產，認唔認同啊？深圳、廣州、啟德啦，係。我舉一個簡單嘅例子，我以前喺廣州讀書㗎嘛，我有啲同事知道。啟德咧有冇聽過啟德啊？珠江新城啟德係啦，啟德村珠江新城，因為之前咧舉辦亞運會啊，亞運會好啦，亞運會咧定點咗喺廣州，亞運會定點喺廣州，咁衍生出嚟就係咩咧？改變城市嘅風貌，即係話去將啲舊嘅嘢拆咗佢重建，而我哋重點咧就係呢個珠江兩岸呢個城市。好啦，呢個政策一出咧。珠江兩岸一啲舊樓全部拆晒佢，因為大家知道以前大家個鄉下咪一個人，哇！呢度一間祖屋，嗰度一間祖屋，因為有地就起嘛，地大物博，咁一拆之後咧，有機會我3個仔、5個仔都係擁有物業，嘣一聲幾千萬身家，
一個普通一個舊嘅平房變咗幾千萬嘅身家，而全部呢條村所有人嗰代都係隱形富豪。呢個就係啟德。sorry 係列德，講得叫列德，唔好意思，列德，OK， 列德村係咪？珠江新城列德村全部都係拆二代，而國內好多都係呢一啲。我有機會咧，我接觸個客人咧，佢話：哇，我遲啲會買一份啊！天下，我等我層樓收咗先，咁一收咗就幾百萬，因為有啲會政策講緊邊一年收噶嘛。係啦，咁講多少少就係咧，見唔見大家國內啲文化突然間有一棟樓咧係冇拆到冇收到，跟住嗰個公路咧係搖住個圈爛尾樓啊、兜或者唔願走啊嗰啲，就係呢個其實係一個文化嚟嘅。OK， 就係突然暴富嘅文化，亦都係我哋嘅切入嘅重點。可以同我講，佢一筆財富點樣去管理啊？我哋香港管理專家全球第一。OK， 好。另外咧就係頭先都講過啦，高資產淨值嘅人，高資產淨值嘅客戶咧，其實同頭先講嘅 topic 係唔同嘅，保障啊，點樣去增值啊，點樣去一啲錢突然間暴富點樣啊？其實一啲高資產淨值咧，我哋稱之為老錢啊。大家明唔明咩叫老錢啊？老錢風，穿着嘅老錢風就係話我唔係一個新貴，我唔係突然暴富嘅，我唔係拆二代，唔係拆三代，係我不嬲都有錢嘅。OK， 我一直都係有錢嘅。咁而呢啲人咧，佢更加在乎嘅，因為佢已經有一個成功之道、生意嘅之道，佢知道點樣去賺錢、點樣去增值。佢最關心嘅嘢咧，就落到我哋去比較高端市場嘅傳承啦，同埋佢嘅留住佢嘅財富呢兩個大嘅主題。點樣去傳承俾下一代？點樣留住財富 ？And 頂有一個重點就係點樣去形成一種傳承嘅文化。文化嘅影響咧文化影響咧係冇直接嘅效果發生，但係長久而深遠嘅一個人嘅文化，佢係慢性，但係佢係深遠嘅。OK， 咁遇到呢啲群組嘅限就同頭先講嘅 topic 又唔同啦，係傳承文化分離啦、婚姻嘅隔離啦、離岸資產嘅隔離啦，係呢一個話題咯。好，咁今日咧其實係一個初級班，咁我表層就係講緊4個唔同嘅價值觀、唔同嘅內容，同埋同大家去表層做一個分享。其實每一個支點咧，我哋其實公司好多唔同類型嘅講座。咁今日咧收到啲同事嘅反映，其實我想聽一啲貼地嘅嘢，平時究竟點樣做啊？我去到內地市場應該去點樣做？咁我今日就分享呢幾個內容。好，總結一下就係喺國內嘅市場咧，一個重點以人為本。呢個人咧包括你自身個人同埋客戶呢個人群嘅群組，以自己為本，塑造好自己嘅形象，翻到國內去打場硬仗。你將你自己嘅裝備、你嘅專業、你嘅熱誠行翻去國內，你唔會冇信心。OK。第二，以對方為本。其實咧，你會知道國內市場真正需要啲乜嘢嘢。頭先我哋分享，原來佢嘅思維模式啊，佢更加注重人與人之間嘅交流啊。OK， 佢更加中意同你溝通啊。佢未必去中意你千篇一律啊，去一個文就好似教科咁樣嘅模式啊。我哋嘅衣着啊、談吐唔好俾佢有個距離感啊，因為佢係我哋個戀人嚟嘅。OK， 唔好嚇走佢。好，同佢一齊定義財富。正如頭先講，唔同嘅群組咧有唔同嘅需要，有唔同嘅專項、唔同嘅主題。咁呢啲其實我哋公司好多講座去聽嘅，大家都可以去報名聽。好多謝大家時間。Q&A 好，有冇 Q&A？ 咁佢北方同南方成日啲人佢文化都唔一樣。係，你新界同港島都唔一樣啦。但冇差咁遠喎，我覺得。即係佢哋北方同埋啲沿海嗰啲地區嗰啲咁嘅，就會唔會話有啲注重唔同？其實咧，我嘅理解北方咧比較German一定，即係啦，義氣、清輕度大多少少。係啊，南方相對佢個中意一啲有溫度嘅嘢，因為畢竟靠近香港，係啦，會多啲溫度少少。咁如果即係第一陣嘅內地客戶咁點樣揾咧？如果本身冇文化嘅話，你係有冇國內文化嘅？咩意思？你有冇國內嘅資源？有冇背景？喺冇國內長大生活？如果冇，你係冇嘅係咪？OK， 咁其實咧，你同揾客都係一樣嘅。如果冇咧，其實有啲同事咧會參加啲國內嘅商會啦。咁但係商會你要知道就係龍蛇混雜，有好多唔同嘅人喺裏面，同埋你要去到你要預咗咧10個人有4、5個都係保險經紀嚟嘅。咁你要贏咧，就係自身我頭先提到嘅個人嘅形象方面，
你要俾人哋注視到你啦，你出到嘅氣場啦，你要知道呢個場係你主宰㗎啦，你會去到嘅時候你氣定神壇，將你個自信攞翻出嚟啦，你裝備好自己，你要表現出你嘅熱誠、你嘅專業，你有備而嚟嘅。大家走走閒笑嘅時候，你會企喺度，你要知道人哋會注視到你，你嘅談吐，你會面對啲咩人嘅時候，你提前會準備。咁關於商會，我提下我自己，譬如我翻一啲商會嘅時候，我會點樣去準備咧？首先 smart casual， 唔會大家喺度嘻哈食飯，你打條呔走埋嚟，咁你唔係登台 ，OK？ 你要俾佢有一個尊貴嘅形象 ，and then 咧，你出對講唔可以膽怯。我分享一個例子，其實咧有一次咧，我同一個同事去商會，一個老細啦，佢個老細。其實咧，大家商會傾偈咧，會一齊圍內傾嘅。你好少有機會單對單，亦都係圍內一齊傾。傾偈嘅時候咧，嗰個老細其實佢會有一個高嘅姿態去睇你呢個保險經紀財務策劃咁樣，因為國內相對擺翻比較低呢個姿態。咁好啦，佢會講句：哎呀，其實我要買啊，點會睇你呢啲家辦啦？睇呢啲咪仲好，嗰度咪仲好，個個都話自己係家辦咁樣。佢做講呢句説話，大家 feel 到咩？佢將個氣焰去壓住你啊！有冇呢種感覺啊？周圍都望住你表演，大家都睇住你表演，你點樣去拆解？點樣應對？如果你笑笑口，係啊係啊，我哋個個都係做家辦嘅，係啊，永遠都唔會再有機會同呢啲老闆再傾到偈。你將自己嘅姿態擺得太低啦。OK， 當時我就係咁，我就同佢講：係啊，周街都家辦啊，將呢個名講得太壞、太普遍啦。而我哋咧主要係唔係將幫你點樣賺錢？講真，阿陳生、陳總，你賺錢嘅機會，你應該係分享翻俾我啦，我應該同你學習啦。但係其實我哋主要係做一啲文化嘅傳承。其實當下你揾個突破位，佢高高在上就係我賺得咁多錢，仲使你去理？我識得咁多賺錢機會，我仲使去揾你咁樣？文化你唔知咧，我哋幫到手咯。我會揾呢個突破位咯。你要自信，唔可以俾佢嚇退。OK。咁樣新收款人。仲有冇其他問題？我想問你嗰個時候加個媽媽群組咁。哦，我冇加到個媽媽群組，我冇加到媽媽群組，我係揾精準嘅人群。OK， 譬如一個群組裡面，佢會有個，即係我哋一個班，我哋都有個班長，嗰個人會有個更加多嘅說服力，而係我做好同佢嘅關係，而國內嘅人係相對認可人呢一樣嘢。咁佢認可你呢個人，佢好願意同你介紹，正因為佢咁願意介紹，喺佢自己個群組嚟介紹咗我。係啦，呢個真係純介紹，唔係一個合作，係純介紹嚟嘅。咁並且咧，你知道喎，我哋係咪一個保險？我自己嘅經驗咧，我未必啦嚇，未必好似一啲同事咁咧簽一張好大嘅大單。但係我自己作風就係一個客人基本上喺我呢度有5張單以上嘅，因為你全部策劃啊嘛，你敲咗門專危疾啊嘛，你醫療啊嘛，你再對上你一定要儲啲錢啦，係咪？你總有機會你儲買完保障，你一定要增值啦。增值之後，你未必個個都係單身貴族噶嘛，有家庭噶嘛，呢度又再幾張單咯。如果咁講，即係你應該可能比佢本人仲清楚佢自己嘅財產狀況。非常清楚，係非常清楚。如果有朝一日你會更加清楚你客戶嘅財產狀況，你真係做啱咗嘢，你 keep 住呢個作風去對任何人都係用呢一個態度同方式，即係話你嘅態度係啱，你嘅方法都係正確，因為佢願意將個財富俾咗你，建立咗信心喺佢心目中有你呢個人嘅存在。好，咁今日到呢度，多謝大家。咁就終於點解知道咧？周和力咁高嘅 view，因為原來所有都係我係行型格路線嘅，好嘅，型格記住。型格嘅周和力路線，因為以人為本，我哋係對人嘅嘢，所以係一啲人性化嘅工作嚟嘅。咁就多謝 view 啦，咁啊多謝 Nadia 啦，不如你哋兩個出嚟都影張相啦，喺你哋做下宣傳。一齊啦！一齊影。生活唔得嘅咩？最緊要型。有冇人揸機影？最靚嗰個，二拎最靚嗰個二拎。揸機啊！佢少助手界啊！佢哋助手。少助手。幫佢揾個。唔係我最靚，係我影得最靚。唔係調翻轉，唔係調翻轉。企喺度調翻轉影大家。佢影咗你兩個先。啊好。咁幫佢開翻個泡泡啦。會嘅，藍色樣嗰個嘢喺個底嗰啲。刪咗啦，好型喎！藍色樣。刪咗佢咯，樣。係啊，刪咗佢，但係刪咗佢有啲。刪咗唔知喎。
係啊，你有啲嘢喺個底喎。開咗佢好啲喎。唔係喎。插時間插一個唔因為有冇得插？你攞得唔得？好似有啲迷茫好好已經差咗30%啦，已經。咁好嘅。唔緊要啦，咪熄咗佢咯，熄咗咪熄啊！有個 remote 嘅嗰度台面。嗱，呢個係啊，你哋兩個攞張相先。兩個一齊啊！一齊啦，同一齊。唔係佢話佢哋影先，哦，影佢哋兩個張。咁啊，咁一人喺中間。會影好咯。咁唔係點算影我嘅一齊先問問。係咯，我哋佢有要求㗎嘛影相。各位。好，非常好。又食燒賣。要錄影啊！咁靚仔唔係錄啊？唔係影啊嘛，多謝。講得好啊！你講得好嘛？唔係，不過由 Nadia 開始就講。係咪得唔得？得唔得？你班人咧好靜啊！